咱第一年内面信息334首，的诗歌少年圣徒历代为主干净，由4中间咱们为大家推出。 上次活命，我是天边上的，我只是为类行伫阮亲人的面前，我是正三甲来少年来追思。虽然伊离开阮去，我毋甘，不管年纪偌久，犹佫是阮的亲人，阮做少年的。主，阮感谢你。 我因在世时阵，对阮每一个家庭有遮尔大的贡献，遮尔大付出。你留真好的脚力，真水脚力，互阮通学习。今仔日我是遮三甲追思少年，阮相信上帝你才来一定分到伫你所在来得到永远的安息。阮会确信，阮的少年永远无衰。阮通过这个追思少年。 阮知影，因伫天顶的所在，伫遐欢喜快乐徛起，也因为安尼，阮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阮也真意爱，也决心
欢喜君地阮的亲人在生好的信仰的脚链，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，因为这是永生的道路，这也是福气满满，有愿望，有疼心，有快乐，有活命的信仰见证。感谢你的听头，相信阮遮的亲人虽然离开阮去，也佮伊永远活伫阮的心中，永远通过因好的脚链、水的脚链，成做阮学习的对象、学习的所在。愿你的神施恩继续带领遮的亲人，无论伫什么所在徛起，永远得到主你无限的祝福。你会听，你会怜悯，你会永远的活命，相信伫阮的中间。阮用安尼三角笑脸，也求主你继续保守阮每一人的生活、工作，甲阮的脚步，会通得到主你的欢喜感恩。安尼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出座。